云林大溪五条港的安西府是张李木千岁的开基祖庙，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。特别写册来记录造就的过程。5月2日，要伫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发表新册，到时阵嘛有摄影甲文物的展览。 大溪五条港安西府是全台有名的张李木千岁开基祖庙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24号开始，会伫台北松山烟厂举办安溪大石新影北顺列影文物特展。除了展览以外，庙方嘛伫26号发表记录宫庙宗教艺术等等，希望会当互大家更加熟悉安西府。 历时1年半的时间来完成这本旧集，内容非常的精彩内底有咱造就期间真啊感动人的相片，啊，搁有咱道教内底真啊足玄奇神秘的科技的祭典。 新影北顺特展会对5月24展到6月7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做好防疫措施，前往欣赏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